嗱，不如我哋個電話而家駁通咗啦。不如，喂，係。李教授，盧先生你好。係你好，張生係。係張先生你好。係啦。喂。係請講啊，聽到啦，聽到。就有bipolar呢個病徵嘅，就發覺有7年到啦。係。咁咧就佢7年內就發病咗2次啊。咁佢基本上咧就係好自卑啊，好勝心強，咁啊成日都自己能力又唔足，但係又要想做好多嘢啦。咁啊，同埋有好多唔開心嘅回憶啦。係。咁啊，好多好古怪嘅性格啊。咁啊，其實都想睇下請教阿李教授一啲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咧，就想問下性格同呢個病咧有冇直接或者間接關係咧？啲心理學可唔可以幫到佢嘅咧？係好，唔該晒你啊，張先生。嗱，性格咧有冇關係咧？我諗首先要解釋下性格係咩一回事啊。性格即係好多人個個都掛住喺個口度，但係性格係咩嘢咧？咁性格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一個人某一個性格咧，其實佢點樣理解周圍嘅環境自己嘅經驗咧，就有一套嘅我哋成日講開朗嘅性格咧，可能呢個人咧就係話即係都不拘小節即係有少少挫折，其實咧我都可以開懷放開佢。有啲人好抑鬱嘅性格咧，就係話有少少小節咧，我會耿耿於懷，或者我覺得係好嚴重嘅咁。嗱，如果阿張先生你記得我哋頭先講過咧，就係一個人嘅思維係會影響一個人嘅情緒，情緒亦都影響翻個思維。如果個人係一個悲觀嘅性格、敏感啲嘅性格咧，其實咧就係佢遇到挫折咧，可能嗰個壓力會大啲，係咪啊？如果個壓力會大啲嘅時間，自然咧，如果大家記得，佢咪易啲去到嗰個頂點咯。若果呢一個人係有某一個病嗰個脆弱嘅遺傳咧，咁變咗個性格係可以使到一個人，因為佢某一個性格係點樣去睇周圍嘅事情咧，其實會使到咧就係自己經歷嘅壓力會重啲咁變咗性格絕對可以係幫個病或者個病快或者個病情咧係會有關係嘅咁心理學點樣去幫助一個人嘅性格咧？就係其中一樣嘢，我頭先亦都講過，就係知己知彼。我哋要幫到個病者咧，就明白自己嘅性格睇嘅嘢唔係一定反映個事實。如果唔一定嘅反映嘅事實咧，我哋亦都可以幫到個病者衡量下，用邊一套嘅方法，用邊一個角度去睇周圍自己嘅經歷，睇自己周圍發生嘅壓力咧，邊一樣嘢係易啲助長自己嘅精神或者心理嘅健康，咁喺嗰度去着墨啦。OK，咁啊，張生仲有冇其他問題咧？仲有第二個問題，想問下通常咧有呢個 bipolar 嘅病嘅人咧，就佢個認知能力同埋吸收知識嘅能力比較低啲嘅。其實點樣可以即係啲咁高深嘅心理治療，佢哋會聽得明白咧？佢哋係多謝你，張生。呢個亦都係好多人有一個誤解啊！心理治療其實絕對唔高深，用起嚟或者係心理治療帶出嚟嘅信息咧，每一個人都可以理解。運用心理治療或者係用心理治療去醫治某一個病咧，嗰個過程係高深，但係病人唔需要擔心，就係一個好嘅臨床心理學家就應該掌握到高深嗰個過程同埋個應用。但係心理治療出嚟嗰個信息咧，其實咧就係每一個人都可以理解到嘅。點解咧？就係呢個心理治療出嚟嘅信息，正正就係每一個人生活每一日日常所接觸到嘅嘢即係包括我哋點樣去理解周圍嘅事物啊，包括我哋自己嘅反應，包括我哋自己嘅情緒，呢啲個人都每一日習以為常嘅嘢即係所以咧就係話，即係大家唔使擔心，心理治療咧絕對唔係遙不可及嘅一個治療方法。係。張生請問你仲有冇其他問題咧？仲有最後一個問題問下李教授啦。其實你都知道做啲嘅請一啲心理治療去係好貴嘅，係好嘥錢嘅。有咩辦法可以幫到啲屋企嘅病人咧？即係可以喺屋企自己做啲簡單嘅心理治療咧，亦都唔使出去特別揾啲心理醫生去做咧。係，多謝你啊，張生係即係呢個係好可惜嘅，其實因為心理學家還少。咁而家心理治療咧，事實上真係貴，但係咪嘥錢咧？又未必嘥錢，因為咧就心理治療，正如我頭先講咧，就係使到呢個幫藥物治療咧係相輔相成嘅咁咁但係屋企人絕對可以幫輕到病人。屋企人點樣幫輕到病人咧？第一就係去理解呢個病情啦即係理解我頭先略提過嘅咧，
一個人情緒點樣主動，一個人嘅思想個思維諗咗某一樣嘢咧，自然加深咗自己嘅壓力咁樣。呢個成個過程咧，我希望咧就每一個病者嘅屋企人咧都理解。理解之餘咧，亦都可以係喺背後咧就係作一啲支持，亦都作一啲提醒。咁我哋下一節可能我哋會講到咧，就係屋企人應該亦都慢慢學曉咧，就係每一個病人其實會有啲高危嘅指標，係話到俾自己聽，就係話喂，我可能就嚟翻發啦咁。若果屋企人可以幫病人及早察覺到呢啲高危嘅指標咧，其實呢個係一個莫大嘅幫助，因為個病情係越淺嘅時間，我哋係察覺到咧，其實咧預防佢或者減低佢病發嘅機會咧就越大。呢個咧就係屋企人咧就係功不可沒嘅啦。係好啦，如果講咗講嘢咧，如果或者用翻呢個病嚟做一個例子咧，羅醫生，係呢個病咁，我諗我哋上一節我講過，如果我見一位病人，我最終嘅目標咧就希望好開心送佢出門口。點解咧？就係因為佢已經我識得有關呢個病嘅知識嚇，從而咧就係話佢自己亦都大部分時間可以操控呢個病嚇，用翻自己嘅能力，呢個係好重要嘅一樣嘢。病人如果純粹係食藥咧，佢哋會覺得啊，始終我都冇辦法，我都要靠醫生，靠啲專業嘅人士。但係我哋希望咧，經過心理治療咧，病人可以提升自己嗰個知識，同埋提升自己個技巧，可以咧就係控制自己嘅生命啊，包括埋當然嗰個病啦啊，使到自己嗰個生活更加係有意義嘅。咁呢個第一咧就係增強嗰個知識，知識就包括知道壓力對個病發有啲乜嘢隱憂，知道自己有咩脆弱嘅地方。但係當然咧，除咗話弱點之外咧，我哋都希望病者咧係好理解自己有啲咩強項啊，因為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個強項啊，即係有病嘅病人咧，我哋好多時見到咧就係比較上過分去自卑，而忽略咗自己嘅強項啊。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我哋理解到啊，即係有呢個病其實好重要咧，就係日常自己生活上嘅調節，包括瞓覺啦，包括藥物啦，包括話生活上會唔會過分逼促，會唔會個人面對到嘅刺激係過咗自己可以承擔嘅一個程度咧？咁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啦，即係日常。即係嘅生活嗰個韻律啊，瞓覺啊，幾時起身啊，食嘢會唔會係過分啊？有適量嘅運動啊，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呢個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會提升一個病者咧，就係自我嗰個韻律生活嘅。如果你聽翻阿教授講嘅內容咧，其實所有情緒病人都可以用呢套咁嘅概念去幫自己嘅咁係絕對正確，羅醫生係。當然，即係話實際上嗰個目標同埋嗰個取向咧，就每一個病有少少唔同啦。但係咧，即係我頭先講嘅咧，其實大致上亦都可以應用喺唔同嘅病嚇。好啦，第三樣嘢咧，我諗咧就好緊要，任何精神病、情緒病都係，就係自我監控嗰樣嘢好緊要。就係因為咧，就係任何嘅情緒病、精神病咧，有一個特徵，我哋可以講咧，就係幾唔好彩嘅特徵咧，就係暫時現今嗰個技術同埋我哋嘅知識係唔可以根治嘅，唔可以根治。換句話講咧，就係一個病，我哋今日醫好咗咧，大家唔好掉以輕心，因為醫好咗唔等於呢個病唔會翻發。咁但係呢個病咩時間翻發啊？呢個病喺乜嘢環境、喺乜嘢人與事嘅情況之下而啲翻發咧？呢個就係心理治療一個咧就係比較重要嘅重點啊。因為每個人翻發，或者如果我哋有時間可以講多少少，每個人翻發咧都有自己特別高危嘅情況嚇。翻發之前咧，亦都有啲每一個人特別係適用每一個人嘅咧，就係一啲早期嘅先兆。係咁樣，我哋究竟有咩方法可以預防個翻發，或者叫各位家庭觀眾特別留意嘅咧？嗱，如果預防嘅翻發，我諗可以講其中一個特別，我希望即係家庭觀眾會留意到嘅咧，就係每一個病人咧，其實個症狀雖然我哋話都係同埋呢個診斷咧，其實每一個病人嘅症狀唔會話一模一樣㗎嚇。咁每一個病人咧，雖然就係大致上係咁嘅症狀，但係其實咧一個病者同埋另外一位病者咧，其實個症狀係有少少唔同嘅。同時間咧，每一個病者可以有兩樣嘢，早期未完全面復發嘅時候咧，嗰個症狀咧。每一個人我哋講咧，好似咧就係話佢嗰個症狀嘅簽署係咩啊？譬如大家去買嘢
或者去食完一餐飯，用一個信用卡，最重要鑑證你個身份係乜嘢咧？就係你嘅簽名嚇。同時間咧，一個病徵亦都有個人嗰個簽署嚇，就係我哋希望咧，就係每一位病者，包括埋屋企人，可以理解到咧，就係話對呢位病者嚟講，早期特別針對佢病發嘅病徵係啲乜嘢？係。咁呢個病徵我哋通常咧就係取向咧就係話，如果我哋睇翻先前有幾個病發嘅情況啊，若果我哋發覺最早期病發呢個病徵，起碼有75% 機會係存在嘅咧，我哋會特別關注呢個病徵。點解？呢個病徵其實就算未病發咧，其實為病者同埋家人咧，實際上好似亮起咗紅燈，而亮起紅燈嗰個病情未係完全惡化之前咧，其實就係比較上容易可以控制到，亦都比較上容易咧可以減低個病發。點解我哋要減低個病發？就係因為減低咗個病發咧，我哋就會將呢個病所帶嚟對病者同埋家人嗰個社會嘅禍害減到最低。係嗱，咁我哋都好多陣時要留意自己一啲翻發嘅危險嘅高危因素啊。係。咁咧，我哋點樣先至知道個病人幾時要醫啊？幾時唔使醫咧？係最簡單咧，就我唔知可唔可以放一放第3個圖咧？我哋講咧就係一個情緒嘅量表啊。係。即係呢個咧就係或者電視觀眾比較難睇，我略略解釋一下情緒嘅量表嘅意思係乜嘢咧？其實一個人嘅情緒咧係好正常地咧就會有高高低低，呢個完全係可以接受到嘅嚇。好啦，高高低低，但係對病者嚟計咧，我哋最擔心咧就係低就會低過龍，高可能又會高過龍。低過龍嘅時間，自然咧，病者會覺得即係有好多痛苦，覺得好抑鬱即係覺得咧，就係成個世界咧都好似都係針對自己咁樣。但係高嗰龍嘅時候咧，我哋頭先亦都有講過，太高漲咧，其中一個特徵就係病者會大大低估咗周圍嘅環境嘅危機，大大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好啦，過高過低都唔係咁好嘅。咁其實